跳摆以前，有一只客家后生年，他用尽一生以内世界，一千个传说中的故事。他爬过最高的山，舔过最深的大海，给故乡眼泪在他的心中。突然之间，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歌，传到亚美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同爱共爱的客家人，远方的故乡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歌，传到亚美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同爱共爱从爱未来，远方的故乡。远方的故爱上有个条对待那祖先在高山软到那哎呦，我伫几份都来咯，做乜讲都退变啊？鸟的啦！错啦，应该都一个人唔会查啦。好啦，洗做点吼，做点几落有甜哦。好，再见啦哈。奇怪嘞，这朋友无拢有几份都来咯。阿姨，嘛是啊，几份啊？你老实同我讲，迄面唔得平讲的啊哈。来讲乜噶？所以讲几份都退白的事情啊。叫伊唔发现爱哦。哎呦呀，这存拢有可能要做遐件事情天的啊。啊好啦，讲总来讲的啦。听我讲，出只，阮二几文姐顶晚有替做伙啊。哎呦吼，哎呦，坏死啦！叫伊哦，要抢孙永炳啦。啊算的啦，反正哦，那你不太搞阮去管的。这苹果，你我买去几份子啊？哎呦，我甜哦。算我同讲吼，切对吼，无本去提讲几份都退白的事情啦。几份啊，相信来啦，去准然吼对几份真是不会好呢。不说切对无本去利用的见面啦，无干事吼。哪来生咧搞唔清楚呢？做嘛，人家太大做嘛事情，做味都旁准来。去哦，昨日半年前开面说哦，人家转你附近去，上去味都几分子哦，下面水遐呢哦。哎呦，几份我死上吊的啦，台湾有通无叫妈咪啊？我感觉哦，也这么卡哦，这剩下3年，感光蒸发啦。叫伊已经算无啦，太不了哦。我又同我讲啊。
车队做唔是讲唔通了嘛？弟啦。是你，你醒了，还是还没睡？刚起来，里面请。我跟君介真的完了，要不要喝点水？睡觉。刘总，喂，闺房哦，你还有事呢？你讲乜嘅啊？王董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。嗯，好，拜拜。请进。刘总，今天是来跟你辞职的，而且我已经通知过公司的人，最后那把主产，请他们到我住的地方办。谢谢，很高兴跟你合作。这是你剩下的费用。谢谢。这给你。凭良心说，要我不对军舰动心很难，但是我也有放不下的包袱，以及我给自己的承诺，所以我从来就没有接受过他。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你而起，现在你拍拍屁股就走，而我的世界却因为你而改变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从以前到现在，我在军舰身上投资了多少？你投资的是钱还是感情？如果你投资的是钱，你希望他还吗？如果你投资的是感情，
你又要怎么去衡量？但是追根究底，君倩有跟你要求过这些吗？我是不懂得怎么把我自己心爱的女人留在身边，但是我会用我的能力去爱她。我知道你很努力的想要了解君倩，但是你有站在她的立场，真正为她想过吗？那你呢？你真的了解吗？如果你真的了解，为什么说爱心纸伞只是一个游戏？游戏，那只是一个游戏，那只是我自己玩弄自己的一种方法。因为没有办法让任何人知道我内心的痛，所以我只能透过这种方式，让陌生人去体会我的感觉。我并不像你们所想的那样，我会的只是把我的感觉不断的扩散出去。但是你忽略了，女人是盲目的，随随便便一把伞，就让他们对你充满了幻想。那不是我的本意。而且女人并不盲目，她们只想要有一个男人，能够为了她们抛弃一切，只是守护着她们。她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，但是你却不一定能做得到。这幅画，请你交给他。又不是我画的，我交给他有什么意义？那你可以丢掉啊，我并不介意。长久以来，所有决定权都在你手上，从来没有任何人能改变过，不是吗？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。抱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找你，只是好想跟你说说话。总觉得在你的身上，我会找到我想要的答案。我的决定并不一定适合你啊，你不要太看重我哦。你刚刚说是我对那个纸伞师傅动手，他还好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今天找了他一整天，打电话给他，他也没有回。是吗？我好怕，他就这样离开台北了。你有没有想过追到美浓去呢？有啊，只是现在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你有很多他做的爱心纸伞吗？能不能让我看一下？这些伞，知道这些伞是怎么出现在爱心伞上的，一定都会被他感动。有多少人会想到用这个方法去寻找一个女人？对不起，君倩，我刚刚想起我还有点事，我要先走了。不然，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？
去查的事情，会真叫我操唔下去的。你又不安呢？事情又变安呢？俺们冇想安尼啊，还想希望有人，唔早点发现也去查呀。我同俊儿离开以后，我简唔简单？张作的不只个唔想养你，也去查的出现，破坏了我的身份啊！贵妃，快些！假使讲我上海人，我同菲斯利。生人最冇想去做，就喺上海唔。唔會再有，我答應，以後唔會再有任何一起查出現喺人面前。只有1分钟，1秒钟。离开以后，我还会碰俊儿的家。係咪將做得同叫我1分鐘，1秒鐘？不，我同講，係永遠都會睇一定，也係我同你約天。做乜你做？因為我對你思念，因為我同你約天。爸爸怎麼一直都按不到一個天公呢？我找過嘞。爸爸買到土地板，叫你我一直看不到爸爸。爸爸沒買到土地板，佢哋全都買曬面的呀！買呀！那弟弟會比較生氣用面。貴妃，對今日開始。也會睇下地，一直都永遠，也係答應過我呀。事情啊？我能故意好冇？你同我講，到底發生乜嘅事情啊？我冇辦法同講，俊兒，我鬼上鬼咪鬼，入邊我喊唔下去嘅，我勸我能故意好冇？等我故意好冇？紧跳，吵死！喂，慢
呢？喂，妹妹，什么事情？德平怎么了？德平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德平哥，德平哥，德平回来无啊？来拿德平请医啊！德平哦，都头昏身体嘞，你又冇回来，我跳到来去咯。哎呦，可能伊请便宜位啦。德平安太年嘞，唔好跌疼啦。我去王小姐做嘛，听要打电话来问讲德平回来无啊？啊，阿敏啊，快去找阿敏无？我打电话出门看的啦。郭德平，你到底跑哪里去了？我同政委通过电发，等10周年的活动结束以后，我们就回美国去。你真嘅唔想同我講發生乜嘅事情？我一定好冇。歹勢啦，我希望你下成班，講起到我講破壞你下幸福。君倩，哎，君倩，君倩，我早就预料到你会跟我请辞，所以我今天的只是……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借口，我都不会留下来。这个礼拜就要开幕了，我只是来拜托你，可不可以留到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再走？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很多的不满，从我去美容找郭德平开始。但是这个活动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心血，我不希望你缺席。我跟人家有约，要出去了。你去哪？我送你。不用。小姐，请问几位？我找人。这样。乖班，你来了。抱歉哦，我迟到了。没有关系。对了，你说那个美术统筹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跟你说了，我怎么会喜欢上那位纸伞师傅？但是我没有告诉你，其实啊，他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美术统筹。
但是啊，不是我请他来的，是顺伟，他故意啊把他找来台北。我不懂他的心态，是想向我示威，还是想试探我？反正他都已经离开台北了，但是他却没有回美浓。是吗？我打电话给他，他也不肯接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也许他只是想找个地方一个人静一静吧。但是这段日子以来，我们之间好像有一些改变。要不是顺伟突然出现，打破了这一切，我们之间说不定可以这样继续下去。我相信他也想走出过去，可是顺伟啊，却说什么也不肯放弃。既然他已经离开了，为什么你还不愿意放弃呢？我努力了，我也看到改变了啊。我想再试试看。既然你都已经做了决定，又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呢？因为我觉得你是唯一会支持我这么做的人。大家都是女人，你应该不会笑我傻吧？不会，当然不会啊。去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为什么还会这么在意？先离开的人是我啊，为什么我会心痛？背叛的人是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会妒忌黄君健？永远打天发来了，真是梦魇打来哦！奇怪，你看明明只有躺在天花上啊。这苹果一同天花猛大，又唔加天花。这片大天花几落来奇怪，这片从来就唔会安尼啊！唉，也叫伊哦改善哦。其实有时哦，已经过了我们身边的啦。其实咯，佢唔会有事啦。我真喺笑，叫我输到委屈，就会变起来。委屈？叫我输嘛个委屈？含住几只消防的什么的，同个刘总的。哎呦，但偏咩安尼人啦？就算跟王小姐对佢有意思，佢嘛冇一定会接受啊。不过，几只刘总的我冇误会，佢做唔到。无做埋你阿见打天花，地苹果都冇食吧？我看我喺台北前几好诶。哎，阿乜样会切嘛？佢哋哈无喺到嘅，数机嘅又无同，唔奈切嘛？咁我请股份子啊！乱来，我嫌事情系冇那复杂嘅啊！好啦好啦，这片哦，做慢会归来啦。我哋看咱也叫伊。阿公保佑啊！不管发生乜嘅事情，最好我得平哦，行来归来。再过人等下以后，我心错是才会拄唔掉啦。阿公啊，
厝的保佑啊，得平做得平安归来哦。调工用啊，你好顶下都样咯。上就对啊，除了来拜拜，还有乜个方法？叫啊，唔是少啦，得平安吼，唔会有事情。得平安吼，虽然我唔喜欢讲法啦，不过也加最骨干啊，也喊你提摆，今日来出去穿毛线毛线，我哎呀我唔受喏。得平安，迄去地好上的生人呢，你可能需要较安静的地方，去想想看啊，下一步怎样来做，唔是少，叫我转来啦。医生，请问一下，我太太现在的状况是？现在有一点气胸的现象，还是要观察2天比较好。麻烦你了，医生。再跟你请教一件事，是谁送我太太来这边的？我很想跟她当面说声谢谢。很抱歉，对方没有留下联络的方式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很痛吧？莫斯啊，你先睡一下。做梦了是不是？还会很痛吗？那我去叫医生来帮你打止痛剂。这，做乜解？听下讲乜解冇？你冇讲乜解啊？很痛太伤听的。叫的是郭德平的名字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努力这么久，他还是叫郭德平的名字？为什么？喂，妈，医生说要观察2、3天呢。妈，你不用上来了，我会照顾桂芬的。怎么撞上的？也没那么低啊，桂芬也记不起来。好，我会随时跟你保持联络。
我再见。哥，我看到我还能去台北转啦。不过阵都唔要讲几分无事的嘿。就讲胸部挫伤啊，我无放心哦，我看我还能去转。哥，无开就笨重哦哈。对啦。妈，我停去去。我去做嘛？我还没写几分钟啊，做唔得啦。无去。错啦，贵凤啊，来年哦，有豆腐较好的啦。不过，下年啊，豆腐卡顶天发，免拍法啦。得苹果一定喊你台北。唔去上去请人咯，我喊他做唔得本事。做嘛该？唔去请得平，我还让个同业自从交代啊。旁主很安逸呢，妈，咱要讲，当初得苹果一点都无创业哦。贵凤啊，唔免啦。好啦，我喊你留下来平安好个啦。无听错啊，等咱赢得苹果就归来了。唔去台北，我开就存廿9亿咧，廿几个先哦，唔好按着。不过傅顺所讲，叫我讲几来啊？唔会陪廿傅顺所去洗皮蛋哦。哎呦，贵凤啊，娘妈吼，只要亲眼看到贵妃无事情，佢才会放心啦。要所以做妈妈的心情。好啦，喊伊摆啊，等伊结婚庆生日就系唔出啲嘅啦。好啦，调工友，系送去抽查啦。唔是啦，用员工哦，讲我送来去啦，把你请去就好。好啦。你要卡，得苹果，唔多太多奶味啦。是不是想喝水？会痛是不是？我去叫医生哈。俊文，你先回去休息啦。我不累啊。哪有？坐定就衰退嘞。唔俾得照顾人，用3月就冇睡好诶。贵芬，我是怕我如果回去，你有什么事情？医生讲我已经冇事啦，冇关系，先回去啦。有没有人过去啊？得平。给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讲爱从来未来。有没有人过去啊？得平。嘿。我猜冇事，我真的没有然后。
无安样得皮，一切以来我过行的件事，只有我晓去看到，唔也迄安样，要不我即个感觉上个天色。桂芬，你就不爱陪在你身边，守着你，最起码迄个下。德平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认识他？我有事，我先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彭娟安说他要回家整理东西，才打电话拜托我来的。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在医院遇见你，所以桂芬就是伞上面的女人。你一直都没有离开台北，你一直在她的身边看着她。本来我想在她离开之前见她一面，没想到却害她出了车祸。还好她没事。要不然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这几天都在医院里，彭娟安竟然没发现，你也算厉害的哎。你应该不会去跟他说吧？我不会，可是你一直在这里，难道不怕被他发现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看他好好的走出医院，我才会安心呢。我先走了。我看着你，你却看着他。我要真的，到底是什么？我努力打拼我的事业，
我已经尽量推掉一些不必要的应酬，留在家里来陪你。我要的只是你过得幸福快乐。可是你回过头来是怎么对我的？你就是一个郭德平。 你我看天。